啊，你有行唔对路无？这是导览先生，你真正有咧导览吗？有啊，有。哇！你是导览台南的，还是导览迄个艋舺？网架的啊，所以你是几岁开始9岁， ？9岁就开始。哇9岁呢？9岁是，9岁3年啊， 3年啊4年的，4年的时阵啊3年。3年。你是为着什么去做导览先生？因为已经有发那个报名表，发报名迄个表啦。对不然后同学也有去，所以我就跟着去。哦，哎呦，当初有去报名做导览，嗯，啊，结果你也去，对啊，，结果伊无调，你调，是不？伊嘛有调，哎呀，嘛有调哦，安尼就赞就赞嘞。啊，伊嘛是继续安尼甲你共款做，甲即摆搁咧做。对啊，你足介意做导览先生，介意。是因为安怎？哇，会食到好食的物件，头家拢甲你请。拢请会食。讲着好食，伊有笑容。啥物上好食？台风的姜酥鸡，大方的姜酥鸡。赞哦赞够哦。知名都是哎，金呢艋。舺好食物件足多呢，太多咖拉搁较多。